这房间太冷了。去吧。好吃吧？哎，不准这什么？专挑这一个位置转，你说气不气人？这个好吃感觉有人听完了，有人听完了。好吃吧？啥？已经把他吓走了，确实。人家还干活呢。祈求再遇上，不放棄，不逃避。今天失落才明白，默默到你。越是懷念你，越怕無法一起。誰得到過？面包烤的脆脆的，配这个奶酪，我感觉更好。年月如逝去時，覺得心愛你。如果十日在這生無須相見，在某年仍然長存共在一生。紫薯米糊。喝吧。你吃，今天紫色的东西好多呀。花青素。哦，我一会儿。你吃鸡排，那我吃这个。我给你留点好吧？不用给我留，我吃这就够了。一会儿你回来还可以再做。
你把那蔬菜一起吃了，不能光吃肉啊。谁得到过，愿放手，曾精彩过，愿挽留，年年月月逝去时，覺得深愛你。如果失約，在這生無需相見，在某年完完全全共在一生，也願意。尋某年某一天某地，時間如靜止的空氣，你的筆記給我驚喜。尋說同你闖天野地，尋說無悔更深，看一下尾巴，也不擔心看這尾巴。隔千里。嗯，看一下你的側顏，哎呀，好像。誰